各位代謝 Honey，你最近有冇覺得明明冇食好多嘢，但係個肚腩就莫名其妙多咗個游泳圈呢？夜晚瞓落床，眼光光睇住天花板，等到天光，好唔容易眯一眯，又突然間一陣熱汗熱醒咗呢？最神奇係去驗身報告全部正常，但係偏偏全身嘅骨頭都有呢度痛嗰度痛，皮膚就乾到好痕，脾氣仲一激就即爆。其實更年期唔係病，但係嗰種全身失控嘅感覺真係煩過病。月經亂七八糟，體重不斷上升，無端端焦慮，連鏡入邊嘅自己都好似突然間老咗10歲。係 Honey， 報告正常係好事，代表你身體仲好健康。佢只係用咗呢啲信號嚟提醒你荷爾蒙變緊，以前嗰套減肥方法已經唔再適用啦。千祈唔好盲目去節食捱餓，或者夾硬做劇烈運動，咁樣只係會令荷爾蒙更高，越減越肥。要改變呢種失控感，第一步唔係盲目減肥，而係改變你嘅生活節奏，食啱優質嘅蛋白質同埋好油，做輕度嘅伸展，每日曬15分鐘太陽，先至幫到身體降壓，重新調理好你嘅代謝。如果你身邊都有姊妹面對緊呢啲無助，記得 share 呢條片俾佢，話俾佢聽佢唔係一個人。如果你都唔知可以由邊度開始調整，留言或者私信我代謝，幫你做一次個人身體狀態評估，一齊拎翻身體嘅自主權啦。追蹤 Beyond 一齊滋養身心。